台南大学教授参业者合作研发一台结合 AI 机器人，即马伫咧国小开始使用。这台机器人会晓参与开讲，会晓讲台语，甚至是英语、华语。教授也讲，未来台语课加一种教学方式，提升囡仔学母语的意愿。我缘暗要请你食暗顿。 当然啦，毋过毋是伫个厝诶。大家要看唔到机器人竟然嘛晓讲台语，实在真吓怕。不论是用台语参机器人开讲，也是参与讲英文甲中文，只要望机器人的头，伊就会详细听你讲，并且连面回答你。这只不假厉害的机器人，初六正是参读的见面。目前敢若伫台南林德国小才看会到，学校甲台语课结合科技，若趣味深色，囡仔嘛更加愿意开嘴讲母语。我英语加台语，我感觉袂歹。现在都可以上课，都可以用机器人来上课，感觉很棒。叫囡仔起来讲吼，大家歹势啦。啊，即摆对机器人讲话吼，大家就更加有兴趣。机器人内底抗击 AI 的元素，伊得参人对话做互动，甚至嘛晓比动作。毋过若讲到深的时，机器人伊回答就会小可各样。台南大学的教授讲，主要因为这台机器的智能目前敢若国考1年尔，伊参人共款拢爱透过练习，就会愈来愈练得。经过实际测试，有7成的正确率。技术就是所谓的 ASR， 可以收音，然后再用 NLP 或者是大语言模型，然后让它可以具有像大脑一样思考，然后最后就是有 TTS 可以让它讲出声音来，那就是比较我们基础的架构。台南大学遐台机器处理了，伊个把声个上登来搞咱仁德国小这的机器人，那所以咱透过安尼。 多次的练习，咱的机器人会愈来愈厉害。台南大学的教授参科技公司出版社并使用科技推测母语，到达总算有成果啊！这种全新的教学方法，互囡仔有不同的体验。未来伊嘛按算推测去各学校，互大家有机会练捌台语的水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